跟他相似，神上古創造人，是按他的旨意顯出光榮美麗。人類一天失喪，迷路漂泊像羊，沒有償何代價，人類背棄上帝。始創世間之先，他已構思，憑十架代贖罪，尋覓失喪。榮耀基督尊貴，從上天到世上，為叫靈魂能獲救，形象再似上帝，形象再似上帝。